人越老越明白，簡單才是頂級。第一回網絡文章。我呢一輩子見過太多聰明人，個個都將自己搞到好複雜，算計呢樣，盤算嗰樣，到頭來活得比邊一個都攰。反而係嗰啲睇嚟安安靜靜、簡簡單單嘅人，日子過得好舒服，心裏邊踏實，咁就奇啦。點解會咁呢？話俾你知啦，裏邊係藏住天大嘅秘密。人呢一生越簡單，反而越高級。你唔好唔信啦，呢啲唔係我隨便講嘅，係老祖宗幾千年傳落嚟嘅大智慧。你睇太極圖啊，就係一個圓裏邊一黑一白，陰陽兩條魚，就係咁簡單嘅圖案，就將整個宇宙嘅道理都講清楚啦。陰陽二氣化生萬物，天地間所有嘅變化都逃不出呢一個規律嘅。老祖宗用最簡單嘅符號表達最深刻嘅道理，呢啲就叫做大智慧。但係現在嘅人呢，講一件事呢就要兜圈兜半日，將簡單嘅問題搞到複雜，仲以為自己好了不起。其實咁啊，講明功夫唔到家。真正有本事嘅人，三言兩語就能夠將成件事講清楚，呢啲就叫做高明。你睇現在嘅人活得好複雜嘅，朝頭早起身第一件事就係睇手機，睇下邊個發信息俾我，睇下社交平台裏邊發生咗啲咩事。出門要化妝，要打扮，將自己包裝到漂漂亮亮。見唔同嘅人講唔同嘅說話，見到領導一個樣，見到同事一個樣，見到客戶又一個樣，一日到黑戴住面具做人，你話攰唔攰啊？夜晚翻到屋企仲要諗下，今日有冇邊句說話講得唔啱呢？邊一件事做得唔好呢？聽日應該點樣補救呢？瞓喺床上邊翻來覆去瞓唔着，腦裏邊亂七八糟轉個不停，咁嘅日子能唔能夠過得舒服呢？講俾你聽啊，以前有個農夫，每一日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種田養雞，日子過得非常之簡單。有一個富商路過，見到農夫喺田裏邊做嘢，就問佢啦：你咁辛苦喺度種田，一年賺幾多錢啊？農夫話：賺唔到幾多㗎咋，夠食夠着咁咪算咯。富商就笑佢話：喂，咁唔得噶噃，你應該種多啲田，賺多啲錢，然後搵人嚟幫你，咁你自己就可以唔使咁辛苦啦。農夫問：咁然後呢？富商話：然後你就可以做生意，賺更加多嘅錢，買更加多嘅地。農夫又問：咁然後呢？富商就話：然後你咪發咗達，可以享清福，每日曬太陽，乜都唔使做咯。農夫聽咗之後就笑啦，佢話：我而家咪就係每日曬太陽，過得好好咯。富商一聽就傻咗啦。你睇呢個故事，佢說明緊啲乜嘢呢？佢說明簡單嘅人反而活得明白。農夫知道自己要乜嘢，夠食夠着就滿足啦。佢唔會去追求嗰啲虛無嘅嘢。富商呢，睇起上嚟好聰明，懂得點樣賺錢，點樣發財，但係佢將簡單嘅問題搞到複雜，兜咗個大圈，最後嘅目標咪又係曬太陽？何必呢？直接曬咪得咯。呢啲就係複雜同簡單嘅區別。複雜嘅人想得多，算計得多，反而將自己算咗入去。簡單嘅人想得少，但係想得通透，直接捉住本質，活得反而更明白。現在嘅人點解會活得咁複雜呢？講到底就係慾望太多，想要嘅東西太多，想得到太多，想證明太多。你睇嗰啲成功嘅人，表面上好風光，其實心裏邊都幾苦嘅。每日要應酬，要開會，要處理各種關係，要防住呢個，又要提防嗰個。賺咗錢呢，又驚人會記住；有咗地位，又驚人哋會算計；做咗事又怕人講閒話，
一日到黑提心吊膽，你話咁嘅成功有咩意思呢？仲唔及得一個普通人活得自在。人際關係都係一樣嘅，現在嘅人交朋友都要算計一下，呢個人對我有冇用呢？嗰個人可唔可以幫我呢？見面嘅時候客客氣氣，講說話都要諗幾次，又驚得罪人。表面上朋友一大堆，其實真正能夠講心裏邊話嘅一個都冇。咁嘅關係有咩意思啊？攰唔攰啊？古人有講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真正嘅朋友係唔需要每一日都聯繫，唔需要日日都食飯飲酒，但係心裏邊有對方，需要嘅時候能夠幫忙，咁就夠啦。簡簡單單嘅反而長久。我哋中國文化講修養，講嘅就係點樣讓自己變得簡單。儒家講誠，咩叫做誠啊？就係真誠，不虛偽，不造作，心裏邊點樣諗就點樣講，點樣講就點樣做，咁咪簡單咯。孔子話：人之生也直，往之心也，信而免。一個人活得直，活得真誠係正常嘅。如果活得彎彎曲曲、虛偽造作嘅，早晚都會出問題。你睇老祖宗一早就話咗俾我哋知啦，做人要簡單，要真誠，呢啲就係正道。儒家講中庸，好多人以為中庸就係求求其其啦，乜嘢都唔堅持，其實錯啦。中庸係乜嘢呢？係不偏不倚，恰到好處，呢啲先至係最難嘅。你睇現在嘅人，唔係太過就係不及，一係太激進，一係太保守，好少有人能夠做到恰到好處。點解做唔到呢？因為心不簡單，慾望太多，總係想多得一點，總係想佔多少便宜，所以就失去平衡啦。心簡單咗，慾望少咗咧，就係真正嘅中庸。道家講無為，好多人以為無為就係咩都唔做咯，呢啲係誤解。無為唔係不做事，而係不亂做事，不強求，不妄為，順應自然規律去做事。你睇水往低處流，遇到石頭就會繞過去，遇到一啲罅隙就會轉入去，從來都唔會同邊個較勁。但係天長日久，連石頭都能夠滴穿，呢啲就係無為嘅力量啦。人亦都應該咁噶，唔好咩事都要爭，咩事都逞強，順其自然，該來嘅自然會嚟，不該來嘅強求都冇用。咁樣活着，心裏邊就輕鬆啦。老子話：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學知識係做加法，每日都要增加，學多啲，越多越好。修道呢係做減法，每日都要減少嘅。減少乜嘢呢？減少慾望，減少妄念，減少執着，減到最後乜嘢都冇啦。呢啲就係最高嘅境界。好多人都唔理解嘅，以為乜都冇啦，咁咪好傻咯。其實唔係啊，呢個冇唔係真係乜都冇，而係冇多餘嘅嘢，冇雜質，純淨到極點。就好似一杯水，你將裏邊嘅雜質都過濾咗啦，睇起嚟乜都冇，但係呢啲就係最好嘅水。莊子講得更加透徹，佢話：智人無己，神人無名，聖人無名。最高明嘅人並冇自我，唔會處處諗自己嘅。有智慧嘅人唔會炫耀自己嘅功勞。真正嘅聖人不在乎名聲。你睇，都係講簡單，講放下，講唔好要嗰啲虛無嘅嘢。但係現在嘅人呢，處處諗住自己，做少少嘢就要宣揚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。咁嘅人能唔能夠成大事呢？冇可能。真正成大事嘅人都係好低調，好簡單，因為佢哋知道嗰啲虛名冇用，實在做事先至係真嘅。莊子仲講咗一個故事，佢話有個木匠削木頭做樂器，做出嚟嘅樂器好到不得了，如有神助。人哋問佢點做噶，佢話喺我做之前，先讓自己嘅心靜落嚟，乜都唔去諗佢。3日之後，
就唔會諗住名利；5日後就唔會諗住讚美或者批評；7日之後，連自己嘅身體都忘記咗，只係剩低要做嘅嗰件樂器。呢個時候，我嘅記憶同天地自然合一，做出嚟嘅東西當然係好啦。你睇，呢啲就係簡單嘅力量，心簡單，雜念冇啦，記憶就出嚟啦。佛家講放下，放下乜嘢呢？放下執念，放下妄想，放下嗰啲令到你痛苦嘅東西。你點解會痛苦呢？因為你放不下，放不下面子，放不下利益，放不下過去，放不下未來。心裏邊裝嘅東西太多啦，當然會攰啦。如果你將呢啲東西都放下，心就清靜，人就自在啦。好，我哋下次再繼續講啦。